什么今天会有那个，就说什么类似感觉，好像我带着你做坏事一样。其实你带着我做的是好事，我真的在这个年纪呢，很想自己去做一些我未来的规划，还有未来我有一些事情还没做完的，我想去完成，还有我有我的想法，还有我能自主的能够做一些决定。我原来的经纪公司呢，太爱我了，他不愿意让我离开啊。那当然，我爱不爱他们？爱。我感不感谢他们？感谢。因为在过去的不少岁月里面，他们有帮到我的忙。那是在我3年都还住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只要拍完戏回来，台湾有1个月、2个月，那新浪娱乐会帮我接几个通告，算是赚赚外快，挺好的啊。那时候呢是一位大钱哥啊，他们的就是经济部的头的大钱哥。但是这一次回来呢，我才知道一切啊，景色依旧，这面目全非。这大钱嘛也离开了，然后呢公司也改组了啊，也就是说与时俱进吧啊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现在是一个纯粹的，就是一个艺人啊，专门在帮助艺人经济的一个公司，那当然最大咖的你也知道是谁了就是祖雄嘛，祖雄，我从祖雄，我还是祖雄的师兄呢啊。那我想他会希望我一直留在公司里面，但是呢，各位也知道，董志成、董越发，或者是董哥这几个名词，也在大家心里面活了30多年了，也表示我进演艺圈30多年了。我真的在这个年纪呢，很想自己去做一些我未来的规划，还有未来我有一些事情还没做完的，我想去完成，还有我有我的想法，还有我能自主的能够做一些决定。于是我就希望跟公司呢好聚好散啊，大家呢能够成为呢还是友好的关系，只是呢在经济部门这块呢能够让我就等于让我飞了啊，让我飞。那大家会讲说，那是不是我违约了？我这个没有饮水思源，而且反而还众叛亲离，还背叛啊什么？不是的啊，我自己太了解了，因为我跟原来的公司，我们只有在董饺子那方面有一份完整的合约之外，那是纯粹属于食品类的合作。那当然还有其他股东。那真正我跟他有没有一张，我跟新浪娱乐有没有一张完整的经纪约呢？我在这边要说，并没有啊。